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懂的时间。我是高伦先生。太极拳是身体底背同脑背拢有练到的全方面运动，有健身、强身、冇养生的功能在底背，无分年纪的态势，做得做太家人一生人的运动。等下都同先生共下来做哦。喺主要运动之前，我哋先来做热身的动作哦。第一个动作，颈绕环。今天呢，同先生共下做。动作要够睇啊哦。再来弯片。第二个动作，肩绕环。肩头拿上来，头前并下来，后背，安尼用肩头擘圆的动作。动作做几个睇啊？同样弯片，擘圆拢有两个方向哦。第三个动作，腰绕环。用腰骨来擘圆，动作做个睇下唔怕。弯片，第四个动作，刷腰，用技术。顺地后背，喺条当个擘圆。今天你来做比赛，下一个动作提膝开胯，右脚头前先两下，第三下拿上来再打开来，第四下拿上来再过来。再来弯脚，头前两下，第三下打开来，第四下过来。今天呢，要轻松。下一个动作步倒弯，用肌脚同埋胸腰同肩头平抬，安尼哦，松起头前。坐下后背，再来胸腰，两只脚擘圆，顺时钟的方向。今天呢，4分，慢呢翘来翘去哦，夹一张，弯片。第七呢，开胸。要技术，第八个动作开肩，一上一下，最尾一个动作转腰前后对啦，4分18坐下去，两技术头前后背。热身运动到入边，也蛮开始我哋主要运动哦。第一个动作起落开合，我哋睇做一个动作嘅时间，爱4分坐下去。一个动作训练到嘅身体上面、下背、左边、右边嘅协调性。一体呢，我到起落，身体都坐下去，慢慢放来，坐下去，慢慢放来，坐下去嘅时节，要注意膝头莫向头前嘅，4分要坐到
腰背，天天你来，不用强松，坐下去，天天你放起来。我介意咧，开合，两只手两片打开来，举来，下去，打开来，举来，坐下去。要记得咯，舌头莫影响头前。师傅坐下去，手拿放来，是只轻用，镜头莫拿放来哦，不用轻松，打开来，莫踢后背，顺后都好诶，鼓来，坐下去，镜头不用下去，打开来。天天呢，可以简单，主要爱练两只脚，可以坐下去，又可以放起来。係咪咁簡單？舌頭慢慢按呢，胃打開來，對腳尖，坐下嘅時節，舌頭對腳尖，手拿放來時節，唔是踢高，葉片都好誒，同鏡頭平高都好，再打開來。過來，坐下去，天天你來，要記得咯，腳莫起下側側咧，舌頭腰骨。失敗，慢慢呢，師傅坐下去，坐下去嘅時節，莫翹翹哦，豎過來，坐下去，莫翹翹。停頓線上做，慢慢嚟。呢個動作係內片攏可以做，某個時節攏可以做，失敗嘅也可以做，佢輕鬆。大人、小人攏改腳都學會嘅。
老人家嘛冇问题。在运动之后，我们做18本身体比较强壮的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向上开合吐纳，两只手打开来，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天天地下来。下来的时节，肩头先不用强耸，再两只手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两只手两片放来，从肩头的位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片放来。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，4分18坐下去，第三个动作向上伸展。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向蛋糕，差不多10秒钟。好，脚放下来，下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地过来，再弯片。过一摆，天天呢，过来弯片。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来做弓步，另外一边的手过来。再来，弯脚弯片，另外一只手反过来，然后再弯片，再弯脚，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。头晚嘅動作，大家要學會冇？大家都同線上嚟學新嘅動作哦。夜晚愛教嘅動作，承上啟下。呢個動作愛做嘅時節，4分18坐下去，膝頭慢慢摸向地背，18打開來，膝頭對腳尖，再來兩隻手。一前一後，送來送去，送出去，弯片綁過來，送出去，綁過來。你兩隻手拿放來時節要注意肩頭。慢慢拿放來，放下去，安尼過強鬆，鬆出去，兩隻手彎片，綁過來。耶穌嘅動作唔係最重要嘅，最重要嘅動作係一片，腰骨
要转，切头，尽量唔好转，莫安尼，安尼，安尼，哦，可以固定在同个地方係腰骨，嘛要記得咯，師傅莫翹翹，數過來，啊，身體直直，聽聽你。莫搶做數的動作哦，腰骨的動作嘛要注意。右轉、左轉，師傅坐下去，切頭打開來，兩隻腳坐邊張。一前一後，再來我莫強樣的哦，兩隻手由上由下，手上面強樣到肩頭，手輕下到下背，到哪啊？哦，肚臍，啊，肚臍，兩隻手由上由下，肩頭強樣不用輕鬆，手最高，肩頭。下背、肚臍、腰骨要轉，左邊處理左手，右邊處理右手。有冇看見係咪學背啊？可以簡單。各位擺試看下先哦，兩隻手由頭前，由後背，肩頭不用輕鬆，送出去放過來，變化一下，頭前、後背變上面、下面。你嘅手嘅動作，攏係兩個腰骨嚟帶動嘅，右邊、左邊。打太極拳，攏係坐下去嚟打，唔係兩隻腳起下出出，安尼冇練到身體坐下去。聽聽你來，聽聽你吸氣，聽聽你吐氣，兩隻手，生生不息。水面兩個家己向下，愈走愈慢，上面下背，喺運動之後，我哋做18分身體不用輕鬆嘅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向上開合吐納，兩隻手打開來，
两片到上面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，两片到上面，天天地下来。下来的时节，肩头先不用强耸，再量技术，慢慢地下来，过一摆。第二个动作，向前开合吐纳，量技术两片放来，从肩头的尾向头前，再过来，两片放来。头前下来，天天呢，下去的时节，4分10摆坐下去。第三个动作，向上伸展，两只脚合放来，两只手向踮高。差不多10秒钟，好，脚放下来，斜一片，天天呢，慢慢地过来，再弯片，过一摆，天天呢。过来，弯片。最尾一个动作，弓步拉伸，一只脚头前，来做弓步。另外一边的手过来，再来弯脚弯片。另外一只手反过来。再弯片，再弯脚，弯手，再弯片，弯手，今日教嘅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冇？要記得每一屯線上強下來運動哦，我嘅身體同精神也會越來越好。聽眾，我哋下次見。